真嘅主題係乜嘢啊？呢個問題咧，我喺屋企都問過我屋企嗰3個人。我哋今年嘅主題咧，其實係提摩太後書2章嗰度所講，被神塑造，被神使用。過去1年呢，可能我哋有好多軟弱無力嘅時候，亦都有好多纏累我哋嘅事，令到我哋冇辦法好好努力前行。但願新嘅1年呢，我哋都可以將呢啲重擔交俾上帝，唔再俾呢啲困難棘住，靠住上帝迎難而上。又願意我哋眾人喺信仰上面能夠突破固有嘅框框，走出自己嘅安舒區，被神塑造，勇敢努力做好上帝交付喺我哋手上面嘅使命，回應上帝，被神使用，活出豐盛嘅2026年。崇拜即將開始，願意我哋安靜等候，同心敬拜天父。會眾請聽宣召，詩篇第9篇第1至2節咁樣講：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你一切奇妙的作為，我要因你歡喜快樂。至高者啊，我要歌頌你的名。而家係唱詩敬拜天父嘅時間，我哋請 Helen 牧師。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嚟到神嘅殿裏邊，讓我哋就暫時去放低我哋喺生活裏邊嘅忙碌、壓力，放下心裏邊嘅愁煩、憂慮。我哋只有單單一件事，就係嚟到主嘅面前，瞻仰佢嘅榮美。喺詩篇27篇4節嗰度咁樣講：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裏求問。今日就讓我哋帶住咁樣嘅心，一齊去進入神嘅同在裏邊，讓我哋一同去起立。
到神嘅殿裏邊，我哋睇到唔單止係一個空嘅寶座，而係嗰位曾被殺，而家已經永遠活着嘅羔羊。啟示錄5章12至13節嗰度咁樣講：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我有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去加入呢個天上地上一切受造之物嘅敬拜，一齊去高舉我哋嘅主，因為神就係我哋嗰位嘅供應者。乾下雨水，愛在灌溉，小花吸取這愛，綻放色彩。當失卻與困苦，你應許沒變改，令我深深感應到，神的愛心往似海，感恩你在每刻。賜下厚愛，感恩你在每刻賜下厚愛，補給所需一切，令我心喝彩，祝福我在這生，信心不會變改，懷着謙卑心靈讚頌你愛，神是我這供應者，祝福滿滿傾瀉，跟擁抱我渡過寒夜。神是我這生供應者，因光照我曠野，許多就作靠着你可改寫。神應許嗎哪個在曠野？神是我這生供應者。是我這生供應者，祝福滿天星，跟擁抱我渡過寒夜。神是我這生供應者，因光照我荒野，許多就作靠着你可改寫。神應許嗎哪個在曠野？我哋嘅供應者，佢更加係坐在寶座上嘅主，佢配得我哋完全嘅信靠，配得一切嘅榮耀、尊貴與權柄，亦都配得我哋全心去敬拜佢。但係好奇妙嘅就係呢一位咁榮耀、咁全能嘅神，佢卻係揀選我哋呢一班咁普通嘅人，或者咧我哋覺得自己唔夠好啊，我哋唔夠屬靈，甚至咧我哋有時覺得我哋好平凡。但係，只要我哋願意去將我哋嘅生命去交俾主嘅手裏邊，佢仍然係會使用我哋，成為佢榮耀嘅器皿。因為我哋呢一班都係一個普通嘅人。感謝主，讓我哋呢班普通嘅人被佢使
那小男孩的病和癒，讓我獻給主。就算多可悲，他不介意，全盡我心思。無論是多少，全是不經意。在我主手中，一切也奇妙。在這一世裏，不讓錯對，讓我再奔跑。就算多平凡，都不計較，神是我依靠。樣樣應奉上，能令我牽強。快將主力量，他給我保障。我係個普通嘅人，我是個普通的人，沒有何誇口。但我什麼都有可能，神在我背後，我祈禱更有，神在我身後。欠缺裏沒有還是我係個普通嘅人，我是個普通的人，沒有何誇口。但我什麼都有可能，神在我背後，我祈禱更有，神在我身後。欠缺裏沒有還是夠，哪怕我沒有神足夠。主啊，我哋去感謝你，因為你唔睇我哋係有限，你卻係睇我哋係咪願意。求你就去使用我哋呢班咁普通嘅人，成為你嘅心意，成為你嘅心意，彰顯你榮耀嘅器皿。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們。請坐。唔該晒 Helen 牧師，跟住落嚟係讀經嘅時間。今日講到嘅經文係記載喺馬太福音4章18至22節。有請新尼弟兄為我哋誦讀上帝嘅話語。馬太福音4章18至22節。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裏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從那裏往前走，又看見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兒子雅各和他兄弟約翰，同他們的父親西比泰在船上補網。耶穌就招呼他們，他們立刻捨了船，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經文讀畢。今日有周國昌牧師為我哋證道，會由 Connie 姊妹負責國語傳譯。題目係破舊立新，有請兩位。Testing。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姊妹平安。呢度冇咗喎，嗰度都冇埋，咁好一致，冇問題。當我哋講破舊立新嘅時候咧，我要戴翻個頭盔先。當我們說破舊立新的時候，我要先做出一些聲明。舊唔一定唔好嘅，舊不一定是不好的，新又唔一定係好嘅，新也不一定是好的。但係我哋今日所講嘅破舊，當然係講一啲
可能係需要改變嘅嘢。但是我們今天所要說的破舊，就是關於一些需要改變的東西。我上一次嚟講道嘅時候，我嘅題目呢係一個嘅破框嘅侍奉。我上次來這裡講到的時候，我的題目是破框的侍奉。裏面我提到一開始嘅時候有一個叫做 paradigm shift 典型嘅轉移。當中我提到一開始的時候有一個 paradigm shift 典型的轉移。我亦都舉咗例，好似初期嘅時候，彼得佢睇到嗰個異象，就係要將福音傳俾外邦人。我也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在初期的時候，彼得他看到一個異象，就是要把福音傳給外邦人。因為對猶太人嚟講，佢哋喺好固有嘅經驗，福音應該係屬於佢哋自己嘅。因為對猶太人來說，他們有一個固有的經驗，就是福音應該是屬於他們自己的。2026年第3個主日啦。2026年的第3個主日。有人話華人係比較着數嘅。有人說華人是比較在一個比較有利的地位。因為我哋可以立2次願。因為我們可以立2次的願。1月1號你立完唔掂呢，我哋仲有個農曆新年嚟緊。1月1號你立了願不行的話呢，我們還有一個農曆的新年。不過我唔希望你去到農曆新年嘅時候又立翻一個舊嘅願。但是我不希望你在農曆新年的時候又再立一個舊的願。今日我哋透過呢一段嘅經文，我哋睇到耶穌呼召咗4個門徒。今天我們看一段經文，我們會看到耶穌呼召了4個門徒。我哋除咗用馬太福音之外，我哋會加一啲路加福音或者馬可福音嘅補充嘅。除了馬太福音之外，我們還會看一些路加福音、馬可福音的補充。因為同一件事喺其他嘅福音裏邊都有同樣嘅記載到。因為同一件事情在其他的福音裡面也有同樣的記載。耶穌呼召門徒。耶穌呼召門徒，唔係單單用說話去呼召佢哋，不是單用說話來呼召他們。耶穌透過一啲好具體嘅行動，一啲嘅經歷嚟到呼召佢哋。耶穌透過一些很具體的行動經歷來呼召他們。耶穌喺邊度呼召佢哋呢？耶穌在哪裡呼召他們呢？一個佢哋好熟悉嘅地方，加利利海邊。就是一個他們很熟悉的地方，加利利的海邊。我哋知道呢2對嘅兄弟都係漁夫嚟嘅。我們知道這2雙兄弟也是打魚的。加利利湖或者加利利嘅海邊對佢哋係非常熟悉嘅一個地方。加利利湖或者加利利海邊對他們來說都是非常熟悉的地方。耶穌就係一個佢哋好熟悉嘅地方嚟到去呼召佢哋。耶穌就是在他們的一個很熟悉的地方來呼召他們。所以弟兄姊妹，神對你嘅呼召，神對你的呼召唔一定好傳奇性嘅，不一定是很傳奇性的，可能就係你好平凡嘅工作裏邊，你嘅家庭裏邊，你慣咗嘅生活裏邊，上帝嘅呼召就會臨到。可能就是在你很平凡的工作、家庭生活裡面，上帝的呼召就臨到。唔係每一個都好似保羅即或者掃羅咁樣嘅。並不是每個人都好像保羅或者掃羅那樣子的。掃羅即係後面改名嘅保羅啊。掃羅他後來改名稱作保羅。唔一定要喺呢個大馬色嘅路上見到耶穌嘅光，咁然後佢先至悔改。不一定要在往大馬色的路上看到這個大光，然後再悔改。點解叫做加利利海邊又叫加利利湖呢？咁為什麼它叫加利利海邊又叫加利利湖呢？因為對以色列人嚟講呢，佢哋冇乜概念係海嘅。因為對以色列人來說，他們沒什麼關於海的概念。咁咧，佢哋就叫呢個做大湖。他們就叫這個做大湖。所以我哋有時會聽到聖經講係加利利嘅海邊，或者叫做加利利湖。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看到聖經說加利利的海邊，或者是加利利湖。其實係喺又叫做革尼撒勒湖。其實它也稱作革尼撒勒湖，因為喺革尼撒勒嘅平原出現呢一個嘅湖。因為它是在革尼撒勒平原的附近出現這樣的一個湖。其實呢個湖咧真係好平靜嘅。
其實這個湖是真的非常平靜，不過聖經講，當佢翻起大浪嘅時候，就要耶穌去平靜風浪。但是聖經說，當他翻起大浪的時候，就要耶穌來平靜風浪。呢個湖又叫做提比利亞海，這個湖也稱提比利亞海，因為佢附近呢個嘅西面有一個叫提比利亞城，因為在它的西面有一個提比利亞城，所以又叫做提比利亞海。所以又叫提比利亞海。你而家從呢張相你睇到咧，呢個湖嘅嗰個海岸線係好平坦嘅。從這裡你可以看到這個湖的海岸線是很平坦的。我圈住呢兩個地方咧，就係一啲好平坦嘅山坡嚟嘅。我圈着這兩個地方就是一些很平坦的山坡。如果你去到以色列，你會知道咧，耶穌就喺呢啲嘅地方，佢將隻船撐開少少。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就會知道耶穌就是在這樣的地方，把這個船撐開一點，就好似一個平台、一個講台，可以對成1萬人嚟到宣講。就好像一個平台、一個講台，就可以對1萬人來宣講。好多年前咧，我同師母咧就去中山旅行。很多年前，我跟師母去中山旅行。咁呢個旅行咧就竟然咧有一個音樂會嘅。這旅行竟然有一個音樂會，就係咧已故嘅羅文演唱會。就是已故的羅文的演唱會。我唔知道有幾多人識啦嚇，好多人都可能唔識噶啦，後生嗰啲唔識噶啦。可能年輕人不認識他。咁咧就我哋坐喺邊度聽佢演唱會咧？我們是坐在哪裡聽他的演唱會呢？就係一個山坡草場，由高一路坐落下去邊嘅。就是在一個山坡的草場上，從山坡上一路的坐下去。所以我就好感覺到我估當時耶穌講道嘅時候，佢將隻船撐開，嗰啲人就係咁坐喺山坡上邊聽佢講道啦。所以我想當年耶穌他坐在船上面講道的時候，那些人就是這樣子的坐在山坡上聽他講道。不過咧都有一啲 risk 嘅，有啲危機嘅。但是也有一些危機的。你突然間發覺咧，原來有啲水會流落嚟嘅。你會發覺有一些水會流下來，因為有啲小朋友喺嗰度即係解決啦。因為有些小朋友就在那裡解決他的問題。除咗一個熟悉嘅地方，係佢哋熟悉嘅工作。除了這是熟悉的地方，也是關於他們熟悉的工作。打魚係佢哋好熟悉嘅工作。打魚是他們很熟悉的工作。但係好奇怪嘅，耶穌就叫佢你要開到水深之處。但是很奇怪的，耶穌就叫他們要開到水深之處，然後下網打魚，然後下網打魚。對門徒嚟講，唔通佢唔知道邊度有魚咩？對門徒來說，難道他們會不知道哪裡有魚嗎？對耶穌嚟講，佢係一個門外漢，佢係一個木匠嚟嘅啫，佢唔係漁夫嚟嘅。耶穌他是門外漢，他是個木匠，他不是漁夫。所以弟兄姊妹，個重點並不是你有冇呢個嘅經驗。所以弟兄姊妹，那個重點並不是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當神呼召你嘅時候，當神呼召你的時候，佢就係要你開到水深之處。他就是要你開到水深之處，要離開你嘅舒適圈，要離開你的舒適圈。神要再用我哋嘅恩賜，但係唔係用我哋嘅方法。神要再用我們的恩賜，但是不是要用我們的方法。神要佢哋經歷一個不一樣嘅捕魚。神要他們經歷一個不一樣的捕魚。好多人就奇怪，頭先嗰福音咁快嘅，耶穌叫佢擺低啲網啊咩，咁佢就跟從啦咁樣。很多人都會覺得很奇怪，剛才經文說的，耶穌呼召他們就馬上跟從了。如果你睇翻路加福音嘅補充呢？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補充，彼得同耶穌講話，我哋打咗成晚魚啦，乜嘢都打唔到。彼得他對耶穌說：我們整天晚上都在下網，但是我們什麼也打不到。個轉捩點喺邊度呢？那個轉捩點在那裡呢？聖經話：但我依你嘅話就下網。
聖經說，當我因你的話，我就下網。弟兄姊妹，依神嘅話係最困難嘅。弟兄姊妹，依神的話是最困難的。我哋好多經驗，我們有很多經驗。我哋無論成功失敗嘅經驗，無論是成功失敗的經驗，有時都會令我哋唔聽神嘅說話。有時候都會令我們不聽神的話。今日幾首歌我都好感動。今天幾首詩歌我都很感動。我哋真係一個平凡嘅人，我們都是一個平凡的人。但係歌詞裏邊有一句嘅話，但係神可以將我哋變作不平凡，係冇嘢冇可能。但是歌詞說，神可以把我們變作不平凡，沒什麼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呢個係作詞嘅人佢有好深嘅體會。我相信這是寫詞的人他很深的體會。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重新出發。弟兄姊妹，今天我們要重新出發。2025年已經過去，2025年已經過去，日子過得好快，日子過得很快，而且快到有啲我哋都掌握唔到，快的我們掌握不了。唔知道你嚟咗英國幾多年？我不知道你來了英國多少年。可能已經4年、5年，可能4年、5年，有啲可能嚟到10幾20年，已經唔記得咗幾多年啦。有些可能已經來了10多年，已經忘了有多少年了。不過我相信有3樣嘢，我哋今日可以重新出發。但是我相信有3個方面，我們今天可以重新出發。我哋嘅方向係點樣呢？我們的方向是怎樣的呢？我哋嘅信心係點呢？我們的信心如何？我哋同神嘅關係又如何呢？我們跟神的關係又如何呢？當我哋講方向嘅時候，當我們說方向的時候，好多時候我哋面對前路，我哋好容易強調咗用自己嘅方法嚟到解決。很多時候我們面對前路，我們很容易的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問題。有句說話我哋常常都會講嘅，有一句話我們常常都會說，我哋喺邊度跌倒就喺邊度起翻身。我們在那裡跌倒，我們就在那裡站起來。嗱，呢句說話本身係好中性嘅，這句話本身是中性的。但係當我哋講呢句說話嘅時候，如果背後只係覺得我哋可以憑住自己嘅力量，咁就好有問題。但是我們說這話的時候，如果我們感到可以憑着自己的力量，那就很有問題。我哋有一段時間會提倡 positive thinking 正向嘅思維。有一段時間我們會提倡 positive thinking 正向的思維。正向嘅思維係冇問題嘅。正向思維是沒問題的。但係如果我哋唔諗下負面嘅嘢咧，就有問題啦。但是如果我們不去想負面的東西，那就有問題了。上一次我都提過，成功神學令到我好多基督徒喺一個唔知道人生有苦難嘅裏邊。成功神學就是讓基督徒不知道我們在一個有苦難的人生裡面。所以我哋祈禱，如果我哋祈唔到啲苦難仍然在嘅時候，我哋就覺得神唔同我哋同在。所以當我們祈禱之後，苦難還在的時候，我們就會感到神不跟我們同在。又或者我哋好過分嘅自責，梗係我哋唔夠信心啦，所以神唔改變呢個事實。也可能我們會過分的自責，說一定是因為我沒有足夠的信心，所以我的神不聽我的禱告。因為我哋祈禱，其實基本上我哋真係去搖動神，我哋係想神聽我哋嘅說話。因為我們祈禱就是我們去搖動神，想要神去聽我們的話。聖經裏邊講嘅搖動唔係咁嘅意思。但聖經裡面的搖動不是這個意思。我哋呢一個係遙控啊，唔係搖動。我們這個是遙控，不是。好似我揸住個遙控器，我要佢前就前，後就後。好像我們我拿着這個遙控器，我要前面就前面，後面就後面。弟兄姊妹，撫心自問。但是弟兄姊妹，撫心自問。有時我哋嘅祈禱都有多少係遙控緊神。有時候我們的祈禱多多少少好像就是在遙控神一樣。前路唔係單靠自己。前路不是單靠自己。我哋嘅重點唔係放喺自己能夠做啲乜嘢。我們的重點不是我們自己可以做什麼，係神要我哋做啲乜嘢，而是神要我們做些什麼。喺呢段經文裏邊，俾一個新嘅方向門徒。這段經文裡面給門徒一個新的方向。神話你跟從我嘅時候，你就要得人如魚。神說你跟從我的時候，你就要得人如魚。捕魚係佢哋嘅專業，捕魚是他們的專業。但係上帝而家唔要佢哋捕魚。
但是上帝現在不要他們去捕魚，佢要佢去得到人嘅靈魂。他們要他們去得到人的靈魂。其實漁夫嗱，我哋冇貶低，不過一般大家都明白喺當時嘅社會裏邊，漁夫係比較低下階層，可能學識唔係好高嘅，係咪？我沒有貶低漁夫的意思，但是相信大家都明白，在當時的社會裡面，打魚的人，他們在社會裡面是比較低層的人。你覺得耶穌係咪好傻呢？你認為耶穌是不是很傻呢？佢呼召呢啲門徒嘅時候呢，他在呼召門徒的時候，佢揾啲咁低下階層嘅人，他找這些低下階層的人。12個門徒裏邊，我估最有學識都係馬太㗎喇。在12個門徒裡面，我相信最有學識的應該是馬太。佢應該係一個 accountant 嚟嘅。他應該是一個 accountant 會計師。佢應該都即係最識最有文化，應該係佢㗎喇。所以最識寫字都應該係佢㗎喇。他應該是最有文化、最會寫字的一個人。但係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我哋能夠得到人，唔係因為我哋有幾叻。我們能夠得到人，不是因為我們自己有多聰明，因為呢個係上帝嘅命令。因為這是上帝的命令。依從神嘅話好重要。依從神的話很重要。成功嘅法則就係要聽神嘅說話。成功的法則就是要聽神的話，唔係一種選擇，不是一種選擇，係必須，是必須的。我哋睇到有啲嘅路標咧，係你一定要咁做嘅。我們看到一些路標，就是你一定要這樣做的。譬如唔准進入嘅路標，你係唔可以進入去嘅。比如說不准進入的路標，就是說你是不可以進去的。如果嗰個係巴士嘅專線，我哋係唔能夠入去嘅普通車。如果那是公共汽車的專線，一般的車就不可以走進去。唔係一種選擇，係一種命令。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命令。上帝嘅命令唔係俾我哋選擇。上帝的命令不是讓我們去選擇，係要跟從。是要跟從。門徒得到嘅係一個使命嘅人生。門徒得到的是一個使命的人生。英文係 make disciple。英文就是 make disciples 嘅意思就係我哋要去成全門徒。意思就是我們要去成全門徒。我哋自己要做門徒。我們自己要做門徒。然後要向人傳福音，要使佢成為門徒。然後要向人傳福音，使他成為門徒。弟兄姊妹，我哋聽清楚。弟兄姊妹，我們要聽清楚。唔係要佢成為基督徒。不是要他成為基督徒。唔係要佢成為 Colchester 嘅會友咁簡單。也不是讓他成為 Colchester 的會友這麼簡單。係要佢成為耶穌嘅門徒。而是要他成為耶穌的門徒。係跟從耶穌嘅人。是跟從耶穌的人。因為當佢有呢個身份嘅時候，佢哋同樣要去 make disciple， 要去成全門徒。因為當他們有這個身份的時候，他們同樣的也要去 make disciple， 去成全門徒。弟兄姊妹，今日你有冇呢個領受？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沒有這個領受呢？新嘅方向唔係否定過去。新的方向並不是否定過去。大使命呢個從來都唔係新嘅事物。大使命從來都不是新的事物。但係弟兄姊妹，我哋對大使命係咪已經聽咗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弟兄姊妹，我們對於大使命，我們是否已經聽了很多很多呢？我哋今日要重新聆聽主嘅話。我們今天要重新聆聽神的話。上帝要我哋去使人得福音。上帝要我們去使人得福音，就好似吩咐彼得呢4個嘅門徒去得人如魚一樣。就好像耶穌吩咐這4個門徒要得人如魚一樣。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新嘅方向都係舊嘅方向。新的方向也是舊的方向。就係要去成全門徒。就是要去成全門徒。Make disciples。Make disciples。第二，對神嘅信心係乜嘢嚟嘅呢？咁對神的信心是什麼呢？我哋往往嘅信心係來自過往一啲嘅經歷。
我們往往的信心往往是來自過往的經歷。表面聽起上嚟呢句説話應該都幾合情合理嘅。表面上聽起來這句話是挺合理的。詩篇裏邊都有提到好多神過往嘅作為，點樣提醒人要信靠神。詩篇裡面也很多次的提到神過往的作為，怎樣的使人去信靠神。但係弟兄姊妹，我哋要小心。但是弟兄姊妹，我們要小心。如果我哋嘅信心只係單單建立在經驗經歷裏邊，如果我們的信心只是單單的建立在經驗經歷裡面，我哋就放錯咗根基。我們就放錯了根基。我哋要明白我哋嘅根基喺邊度。我們要明白我們的根基在哪裡。羅馬書第10章17節，羅馬書10章17節，好清楚嘅話俾我哋聽信心嘅來源。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信心的來源。信道係從聽道嚟的，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係從基督嘅話嚟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好明顯嘅意思就係我哋嘅信心嘅基礎就係神嘅說話。很明顯的，我們信心的基礎就是神的說話。如果我哋冇神嘅說話，我哋就淨係單單講經驗嘅話，係非常恐怖嘅。如果我們沒有神的說話，我們單單只講經驗的話，那就非常恐怖。點樣講呢？怎麼說呢？有時我哋好中意聽其中一種講道嘅形式嘅。有時候我們非常喜愛其中一種講道的形式，就係講好嘅見證。那就是說很好的見證。見證係好好嘅，見證是很好的。但係整個見證裏邊，如果只係講嘅就係你嘅經歷，但是如果整個見證裡面說的就只是你的經歷，你冇講到上帝點樣介入你嘅生命裏邊，神嘅說話點樣幫助你。如果你沒說神怎樣介入你的生命裡面，神的話如何幫助你，咁我相信呢個就唔足夠嘅。我相信這是不足夠的。所以有時弟兄姊妹，我哋聽到嘅時候都要好小心。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聽到的時候也要很小心。究竟呢篇嘅道有冇用聖經做基礎？究竟這篇道有沒有以聖經為基礎呢？好坦白講，坦白說，靈修式嘅講道咧係比較容易預備嘅。靈修式的講道是比較容易預備的。釋經時間可以省略，釋經的時間可以省略。要講嘅經文又可以好少，要講的經文也可以不多。我哋揾一句我中意嘅，我找一句我喜歡的。甚至乎有時我係已經有一個框框我想分享嘅嘢，然後我先揾一句經文配合我想講嘅嘢。甚至乎有時候我已經有一個框框，有一些我想要說的東西，然後我再找一句經文來配合我要講的話。咁樣就好危險，這樣就很危險，因為呢個可能唔係神俾我哋嘅領受，因為這可能不是神給我們的領受，係我哋話俾神聽，我哋想講呢啲嘢，是我們告訴神我想要說這些。但係冇絕對嘅，弟兄姊妹，但是沒有絕對的，並不是靈修式嘅分享唔可以嘅。並不是說靈修式的分享不成。如果你經過禱告，而神真係有俾你一句好特別嘅聖經，你同樣可以用呢一個靈修式嘅分享。如果你經過禱告，而神給你一句很特別的聖經，你同樣是可以用這個靈修式的講道。OK， 仲有一邊，睇住嗰邊先啦。我哋睇到新嘅信心係乜嘢呢？新的信心是什麼呢？就係主居首位嘅，就是主居首位。佢哋立刻放下咗網，跟隨咗佢。他們立刻放下了網，跟隨了他。又立刻捨了船，別了父親，跟從咗耶穌。又立刻捨了船，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弟兄姊妹，當我哋讀到呢句聖經嘅時候，可能我哋有啲懷疑。弟兄姊妹，我們看這聖經的時候，可能會有些懷疑。哇，咁咪好不孝，連爸爸都唔要啦。這豈不是很不孝呢？他就父親也不要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讀馬太福音第10章嘅時候，你會發現，弟兄姊妹，如果你念馬太福音第10章嘅時候，你會發現耶穌已經講咗個比喻或者一個形容
跟從佢嘅人係要點樣嘅。耶穌已經講了一個比喻或者一個形容，就是說跟從他的人應該是怎佢話愛麼樣子。父母過於愛我嘅，不配做我嘅門徒。他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做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嘅，不配作我嘅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做我的門徒。跟住佢又話，然後他說得着生命嘅將要失喪生命，得着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嘅將要得着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着生命。其實聖經裏邊嘅意思好明顯，就話俾你，當你願意放低嘅時候，其實聖經已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當你願意放下的時候，你就得着啦。你就得着了。所以我哋表面好似呢兩個嘅門徒，佢擺低佢嘅父親，所以表面上這兩個門徒好像是放下了他們的父親。我諗最終佢哋係得着佢嘅父親嘅。我想最終他們是得着了他們的父親。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學習放棄我哋所擁有嘅嘢。弟兄姊妹，今天我們要學習放棄我們所擁有的東西。我哋有嘅嘢都唔係好多嘅，我們所擁有的不是很多，但係我哋要學習放棄。但我們要學習放棄。捨係咩意思呢？捨是什麼意思呢？係拒絕，是拒絕，係否定。是否定。本來我有呢一種嘅特權，我有呢種嘅權利，我要唔要呢啲嘢啦？本來我有這樣的特權，這樣的權利，但是我不要了。譬如咁講，有個音樂會，你好想去聽嘅呢個音樂會。譬如說有一個音樂會，你很想去聽。大會咧就俾咗兩張尊貴嘅座位 VIP 座位喺前邊俾你坐。那大會就給你兩張 VIP 尊貴的觀眾的座位給你。哇，好近舞台嘅。是很靠近舞台的。個歌手咧呼吸你都聽到佢嗰個聲噶啦。你甚至可以聽到歌手的呼吸。哇，真係好正啊！這是很棒的。捨嘅意思就係我唔要呢樣嘢。捨的意思就是我不要這些了。我都係坐翻後邊可以啦。我就是坐在後面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捨唔係否定。弟兄姊妹，捨不是否定。其實對我哋今日呢一群嘅基督徒嚟講，我哋真係唔係捨棄好多嘢。其實對於我們今天這群基督徒來說，我們並不是捨棄很多東西。可能或許有啲人覺得，我哋都捨棄咗唔少噶啦。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我們已經捨棄了不少啊。如果我繼續喺香港呢，就可能我唔係咁樣噶啦。如果我繼續留在香港，可能我現在已經不一樣。你可能覺得你會有好好嘅前途。你可能會覺得你會有很好的前途，有好好嘅工作，有很好的工作。不過你再諗下，點解你會嚟英國？但是你再想一想，為什麼你會來英國呢？我諗大部分5+1嘅弟兄姊妹嚟英國都係好明白點解你要嚟。我相信大部分5+1來英國的弟兄姊妹都很明白你為什麼要來。當然你有放棄一啲嘢，當然你放棄了一些東西，但係我諗你得着嘅會比放棄嘅多。但是我相信你得着的會比你放棄的多。如果你今日仍然喺香港，如果你今天仍然在香港，可能真係唔係一樣。可能已經不一樣。唔知你喺邊度啦。不知道你在那裡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學習放低。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學習放下。王明道係一個中國好即係好耐嘅一個牧者啦，我哋都叫佢一個牧者啦。王明道他是在中國很久之前的一位牧者。佢寫咗好多處世嘅格言。他寫了很多處世的格言。其中有一句係咁講嘅，其中有一句是這麼說的，佢話以敬畏神為立身之基。他說以敬畏神為立身之基，以愛鄰舍為處世之法。以愛鄰舍為處世之法。其實佢講緊嘅就係要愛神愛人。其實他說的就是愛神愛人。佢有另外一句佢話事事為別人設想。他還有一句話，就是事事為別人設想，處處求榮耀主名，處處求榮耀主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所做嘅係咪為到別人嘅好處，為到上帝得榮耀呢？弟兄姊妹，我們今天所做的是不是為了別人的好處，上帝的榮耀呢？另外一方面，當我哋話
以新嘅信心主居首位嘅時候，另一方面，當我們說以新的信心主居首位的時候，係一個看重福音嘅生命。是一個看重福音的生命。馬太福音裏邊有一個比喻，馬太福音裡面有一個比喻，或者兩個比喻。有兩個比喻。佢話有天國就好似寶貝藏喺地裏邊，他說天國就好像寶貝藏在地裡，有人見到佢就將佢收埋，有人看到他就把它收起來，好開心嘅賣晒佢嘅家當要買呢塊地。很開心的賣了他所有的家當要買這塊地。天國又好比尋珠子嘅人，天國又好比尋珠子的人，佢見到一個好靚嘅珍珠，他看到一顆很美的珍珠，佢又賣晒所有嘅去買呢個珍珠。他就賣了他一切所有的去買這個呢珍珠。兩個嘅比喻都有一個重點，這兩個比喻都有一個重點，就係佢哋好歡喜去賣晒佢所有嘅嘢。就是他們是很歡喜的賣了他所有的一切。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你去變賣所有你嘅家當，你會唔會好開心嘅？你去變賣你所有的家當的話，你會感到很開心嗎？好老實，我見到好多弟兄姊妹咧移民嚟英國嘅時候咧，即係斷捨離啊，簡直係一個好大嘅學習嘅斷捨離。啊，老實說，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移民來英國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有關斷捨離的學習。好多嘢都唔捨得嘅係咪？很多東西都不捨得。拎咗嚟先算啦，拎埋嚟先算啦。啊，就先把它帶過來再說吧。當你要賣你嘅住咗好多年嘅屋嘅時候，你嘅心係咪好歡喜快樂嘅咧？當你要賣你住了很多年的房子的時候，你的心是不是歡喜快樂呢？或者咁講個極端咁講，或者讓我比較極端的說，如果你咧需要一啲錢，你唔變賣你所有嘅嘢咧，你唔可以解決。咁你賣呢啲嘅時候，你會唔會好開心呢？如果你需要很多的錢，如果你不把你所有的都賣去的話，你就籌不到這些錢，以致你要買你所有的東西的時候，你會感到很開心嗎？呢兩個嘅比喻裏邊，嗰個主人翁係開心嘅。在這兩個比喻裡面，那個主人翁他是非常開心的，因為佢有一個目標，因為他有一個目標，佢要得着佢想得着嘅嘢，他要得着的東西。佢買到塊地，佢先可以攞到地上面嘅寶貝。他買了這塊地，他才可以得到地上的寶貝。佢賣晒所有嘅嘢，佢就能夠買到呢粒佢夢寐以求嘅珍珠。他把他所有一切都賣了，他就能夠得到這他夢寐而求的珍珠。弟兄姊妹，聖經今日講福音係咪我哋咁夢寐以求嘅呢？弟兄姊妹，福音對我們來說是我們夢寐而求的嗎？我哋覺唔覺得好重要呢？我們感到很重要嗎？或者好次要？或者是很次要？或者我哋覺得我哋嘅家人、我哋嘅朋友係好需要呢個福音嘅？或者我們是感到我們的家人、我們的朋友是非常需要這個福音。昨天晚上呢，我有一個被邀請去一個食飯。昨天晚上我被邀請去吃晚飯，因為有一個家庭邀請我去食飯。有一個家庭他邀請我去吃飯，其實背後係有啲目標嘅。其實背後是有一些目標。唔係第一次噶啦，都試過噶啦，以前。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這樣的經驗。因為佢哋約咗一啲福音嘅對象去佢屋企食飯。因為他們約了一些福音的對象去他們的家吃飯。佢又好想我去向佢分享福音。他很想我也去分享福音。弟兄姊妹，我諗我哋唔講個結果，但係我想今日講嘅係點解佢哋咁重視呢樣嘢？佢哋即係要約我哋去佢屋企食飯，約埋個福音對象一齊食飯，因為佢哋好睇重人得福音呢件事。我先不說結果，為什麼他們要這樣重視的邀請我們去邀請人來他家去吃飯呢？因為他很重視，就是人能夠得着福音。新嘅信心係要學習放低自己。新的信心是要學習放下自己。放低自己係咩意思呢？放下自己是什麼意思呢？放低自己就係承認自己唔足夠。
放下自己就是承認自己不足夠，放下自己唔係要證明自己強，放下自己並不是要證明自己很強，係要學習完全嘅信服。是要學習完全的順服。仰望神係咩意思啊？仰望神是什麼意思呢？神啊，請你幫助我，神啊，請你幫助我，冇你我什麼都做唔到。沒有你我什麼都做不了。新嘅信心就係要單單望着主耶穌。新的信心就是要單單看着主耶穌。今日當我哋面對同神嘅關係嘅時候，今天當我們面對與神的關係的時候，好多時候我哋係覺得神係滿足我哋嘅需求，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神是滿足我們的需求，神好似變成一個供應者。神變成一個供應者。不過好似有首詩歌真係咁唱喎，神是我這生供應者。但是有一首詩歌就是說神是我這生供應者。但係我無意要批評呢首詩歌，不過我覺得我哋真係要好小心。我無意要去批評這首詩歌，但是我認為我們真的需要很小心。神係我哋供應者，不能否定。神是我們的供應者，不能否定。但係神嘅存在唔係就係單單係我哋嘅供應者。但是神的存在並不是單單是我們的供應者。如果神只係我哋供應者嘅時候，呢個信仰就變咗一種嘅交易。如果神只是一個供應者的時候，這信仰就變成一個單純的交易。神係滿足緊我哋嘅需求。神是在滿足我們的需求。真正嘅關係唔係神滿足我哋嘅需求。真正的關係並不是神滿足我們的需求。真嘅關係係跟從耶穌。真的關係是跟從耶穌。呢兩兄弟佢哋即刻擺低嘅網，捨棄父親就跟咗耶穌。這兩兄弟他們馬上捨了網，別了父親，就跟從了耶穌。呢種關係唔係淨係一種利益嘅關係。這不是純粹的利益的關係。佢哋要學習做耶穌嘅學徒。他們要學習當耶穌的學徒。我特登譯中文嘅時候叫做學徒。我是故意把它翻成學徒。因為我哋今日要學習做耶穌嘅門徒。因為今天我們要學習當耶穌的門徒。學習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學習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傳福音又醫治各樣嘅病症。傳福音也醫治各樣的病症。呢度提咗有兩件事好重要。這裡提到有兩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福音從來唔係喺度等人嚟嘅。福音從來都不是在等人過來。你試下辦一個福音聚會。你試試辦一個福音的聚會。你唔邀請人。你不邀請人。嚟嘅都係自己人。來的都是自己人。我真係試過去講一個佈道會係咁。我真的試過去講一個佈道會，就是這樣子。我就問下有幾多係新朋友啊？我就問有多少新朋友呢？一個都冇。一個也沒有。咁我話我今日都會講福音。那我說我今天也會講福音。但今日呢個唔係佈道會。但是今天這個不是佈道會。今日呢個係一個培靈會。今天這裡是一個培靈會。佈道會冇邀請人嚟，真係神都難救啦。點樣令人信耶穌呢？沒有邀請人來的佈道會，就是神也救不了。我怎樣去帶人信耶穌呢？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就算神要行神蹟，都要有人睇到呢個神蹟噶嘛。就算是神在行這個神蹟，也需要有人看到這個神蹟。所以聖經有時都形容佢話，筵席已經預備好啦。所以有時候聖經也形容筵席已經預備好了。要出街拉啲人入嚟食。要上街去把一些人拉進來。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好重要嘅走遍。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明白，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走遍，有行動嘅，有行動的。如果我哋辦福音聚會，我哋必須去禱告邀請人嚟。如果我們辦一個福音聚會，我們必須要禱告邀請人來，唔係靠我哋自己嘅口才邀請人嚟。不是靠我們自己的口才去邀請人來。我哋祈禱求神感動你嘅對象，你要邀請人嚟。我們祈禱求神去感動你的對象，邀請人來。以前我嘅教會咧，上一任堂主任咧已經做開呢一個習慣嘅。以前我的教會上一任的堂主任他已經有這個做法。
我就非常欣賞，我都有跟住佢做嘅。我是非常的欣賞，我也跟着他這個做法。每一次佈道會，每一次佈道會，早1個月之前，就在1個月之前，我哋就會俾一啲卡弟兄姊妹，我們就會給弟兄姊妹一些卡片，請你寫上你想邀請嘅福音對象同埋佢嘅關係。請你寫下你想要邀請的福音的對象，寫上你跟他的關係。請你一式兩份嘅。就是1式2份的。你 keep 咗一份，你自己為呢啲對象祈禱。你保存其中的一份，你自己為他祈禱。另外一張就係我哋同工，我哋每日會為呢啲嘅對象，同埋為着你去邀請佢呢件事嚟到禱告。另外一張卡片，我們同工就會每天的為你的這個對象，還有你邀請他的這個行動為你祈禱。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弟兄姊妹，你知道嗎？你都冇對象，點邀請人啫？你沒有對象的話，你怎樣去邀請人呢？但係當你祈禱，你將你嘅對象嘅名寫咗出嚟嘅時候，但是當你祈禱，當你把對象的名字寫下來的時候，神嘅感動就開始啦。神的感動就會開始，一定要有行動，一定要有行動。今日我唔再詳細講，就係傳福音係唔單止包括咗講福音。傳福音不單只是講福音，其實我今天不會詳細的說，亦都包括咗一啲嘅服務，其實也包括了一些服務，一啲嘅服侍，一些服侍。我哋今日嘅跟從主係要全天候嘅跟從佢。我們今天的跟從主，我們是要全天候的跟從他。路加福音裏邊講得好好嘅，路加福音裡面說得很好。佢話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他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唔係淨係星期日嚟跟從我，不是單單在星期天來跟從我，係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乜嘢叫做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什麼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呢？就係無時無刻我哋都會跟從主。就是無時無刻我們都會跟從主。有啲人問幾時係傳福音嘅好時機啊？有些人會問什麼時候是傳福音的好時機呢？幾時都係傳福音嘅好時機。任何時候都是傳福音的好時機。我哋琴日咧教會咧就嚟咗個新朋友。昨天我們的教會來了一位新朋友。我哋都覺得好奇怪，有一個男士嚟到教會，完全我哋都唔認識佢嘅。我們都感到很奇怪，一個男士他來到教會，我們全都不認識他。咁完咗之後，我就去同佢握手，我就問佢：你係咪住喺呢個地方㗎？聚會完結之後，我就跟他握手，我就問他：你是住在這裡的嗎？佢話唔係啊。他說不是，我住喺劍橋附近。我住在劍橋，我就覺得好奇怪。我就覺得很奇怪，因為你由劍橋去到 Bishop Stortford 要揸車要10個字。因為從劍橋來到我們的地方開車的話要50分鐘。50分鐘。咁我就問佢，我話：咦，咁點解你會嚟呢間教會聚會嘅？我就問他：為什麼你會來這家教會聚會呢？你知點解佢會嚟呢間教會聚會？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佢就提到一個姊妹嘅名。他就提到一個姊妹的名字。佢跟我學車嘅。他跟我學開車。我係一個嗰啲叫做教車師傅。我是一個教別人開車的師傅。佢邀請我嚟嘅。他邀請我來。不過佢都有啲覺得中咗伏。但是他感到就是中了一個陷阱。因為佢話佢諗住佢喺嗰度住，點解個教會去咁遠嘅咧？因為他說他在那裡住，為什麼他的教會會這麼遠呢？不過佢都即係佢都好好啊，因為成個崇拜我睇到佢好留心。但是他非常好，整個崇拜我看到他都很留心。完咗佢留低同我哋一齊食啲嘢。完了之後，他也留下來跟我們一起吃東西。弟兄姊妹，呢個姊妹係學車㗎。弟兄姊妹，這位姊妹她只是學開車。我唔知你學車嘅時候同個師傅有咩溝通。我不知道你學車的時候，你跟你的老師有什麼溝通。可能你淨係緊張掹下包點入啦，你淨係緊張點樣開車啦。可能你只會是緊張怎樣去開車。但係我真係好欣賞呢個姊妹，佢竟然可以即係邀請佢返教會。我是非常欣賞這個姊妹，因為她
邀請他的師傅要上教會。弟兄姊妹，咩時間都係傳福音嘅機會。弟兄姊妹任何時候都是傳福音的機會。新嘅關係係乜嘢呢？新的關係是什麼呢？係依靠同信服。是倚靠跟順服。依靠就係承認主係我哋嘅主權。倚靠就是承認主是我們的主權。我哋係咪每一日都依靠神？我們是不是每天都倚靠神呢？依靠係關係嘅根基。倚靠是關係的根基。我哋好多時候關係係以為對等嘅。很多時候我們以為關係是對等的。我哋同神嘅關係唔係對等嘅。我們跟神的關係不是對等的，係依靠。是倚靠。信服必須要化成行動。順服必須要化成行動。如果我哋只係口頭嘅信服，心不服，如果我們只是口頭上的順服，心卻不服，始終我哋冇辦法行同神有好嘅關係。我們始終沒辦法跟神有好的關係。今日我哋睇咗3個樣嘢。今天我們看了3個方面。新嘅方向係希望我哋能夠得人如魚。新的方向是希望我們可以得人如魚。英文咧係 fish for people。英文就是 fish for people。第二，新嘅信心係主居首位。第二，新的信心主居首位，係 first place。first place。第三係新嘅關係跟從耶穌。第三是新的關係跟從耶穌。Follow Jesus。Follow Jesus。我就好想大家用呢3個 F 嚟到記住今年我哋嘅新嘅目標。我希望大家會用這3個 F 來記住今年我們新的目標。Fish for people。Fish for people。First place。First place。Follow Jesus。Follow Jesus。新年嘅立志。新年立志。新嘅方向，新嘅信心，新嘅關係。新的方向，新的信心，新的關係。有乜嘢方向呢？咁有什麼方向呢？ Fish for people 就係要我哋向外見證神。Fish for people 就是要我們向外見證神。我哋要向外嘅，我哋嘅信仰要向外嘅。我們要向外，我們的信仰是向外的。我哋嘅目標有新嘅方向。我們的目標有新的方向。唔好淨係睇住自己嘅需要。不要單看自己的需要。我哋要看見別人嘅需要。我們也要看見別人的需要。新嘅信心係向內要信靠倚靠神。新的信心就是向內要信靠倚靠神。我哋唔好靠經驗。我們不要靠經驗。唔好靠習慣。不要靠習慣。唔好靠模式。不要靠模式。冇一樣嘢係有 formula 嘅。每一樣東西是有 formula 的。我哋需要重新嘅建立對神嘅信心。我們需要重新的建立對神的信心。向上。向上。我哋要對準神。我們要對準神。我用咗個比喻啊。我用一個比喻。你睇有個螺絲帽，我上次都講過嘅，我記得。你看這個螺絲帽。我哋要去配合神。我們要去配合神。對準神。對準神。唔係神對準我哋。不是神對準我們。有啲新意，我一陣間咧會講。如果新嘅方向嘅時候，咁我會打咗一啲字出嚟，就請你一齊讀嗰啲字，好嘛？已經出咗嚟添，原來冇咗嗰個特別效果，唔緊要，我讀啊。第一，新嘅方向。第一，新的方向。向外見證神，新的信心，向內倚靠神，新的關係。嚟多一次啊！新的方向。向外見證神。新的信心。向內倚靠神。新的關係。向上對準神。我真係好希望你哋能夠做到呢3樣嘅事。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做到這3個。向上對準神。向上對準神。向內倚靠神。向內倚靠神。向外見證神。向外見證神。但係呢3個好重要嘅事實，必須係要一步一步嚟。但是這3個很重要的事實，必須要一步一步的。頭先呢個1、2、3係根據經文所講嘅。剛才這3點是根據經文所說的。佢從表現一路去到內心。他從表現一直來到內心。但我將佢拆解嘅時候，
應該係咁樣嘅。但是我把它拆解的時候，應該是這樣子的。我哋必須有好嘅基礎，我們必須有好的基礎，就係要同神有好嘅關係，就是要跟神有好的關係，要對準神，要對準神，然後先能夠產生新嘅信心，向內倚靠神，然後才能夠產生新的信心，向內倚靠神。咁樣我哋就能夠有好嘅表現，有能力嘅向外嚟到見證神。這樣我們就能夠有好的表現，有能力向外見證神。即係從關係開始，就是從關係開始，去到內在嘅生命嘅改變，到內在的生命的改變，到外在我哋有能力嚟到見證神。到外在的我們有能力去見證神。2026年， 2026年，希望我哋能夠去破舊立新。希望我們都能夠破舊立新。不過我今日揾咗一首好古老嘅歌嚟到回應。但是今天我選了一首很古老的歌可能來回應。你都已經忘記咗呢首歌，可能你已經忘了這首歌。但呢首歌呢，我覺得係好要嗒落先有味。但是這首歌你要細細的品嘗，才能夠知道它的味道。而且呢，越嗒呢應該越有味嘅。而且你越去品嘗它，就越感到它的味道。每一天，每一天。我諗大家識唱係咪啊？每一天所度過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勝過試煉，我依靠天父就長的供應，我不用再恐慌於掛念，他的心極仁慈無可測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論誘惑慈愛欠他顯明，勞苦中他賜安排。第一節再嚟過，每一天所度過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勝過試煉，我依靠天父就長的供應，我不用再恐慌於掛念，他的心極仁慈無可測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論誘惑其他慈愛顯明，勞苦中他賜安泰。第二節，每一天主自己與我相親，每時刻賜下格外憐憫，我掛慮主與安慰與擔當，他的名為策士與權能，他保護他的兒女於珍寶，他熱心必要成全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這是我向我應許。第二節，每一天自主記與我相親，每時刻賜下格外憐憫，我掛慮主願安慰與擔當，他的名為策士與權能，他保護他的兒女於珍寶，他熱心必要成全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這是他向我應。你日子如何，你日子如
哋祈禱，我們同心的禱告。天父上帝，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天父上帝，我們來到你的面前，求神你嘅愛激勵我哋，幫助我哋，求神你的大愛激勵我們，幫助我們。喺2026年，我哋真係立志嘅，我哋有新嘅一頁。在2026年嘅時候，我們有立志，有新的開始。神啊，我哋求你幫助我哋，神啊，求你幫助我們。我哋向上，我哋真係對準神；我們向上，我們對準神。我哋向內，我哋真係倚靠神；我們向內，我們要倚靠神。我哋向外，我哋更加有能力嘅嚟到去見證神；我們向外有能力嘅去見證神。神啊，求你幫助我哋，願我哋靠着你，我哋成為你明亮嘅燈台。神啊，求你幫助我們，靠着你的時候，成為你明亮的燈台。多謝你垂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嘅名。謝謝你垂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使徒行傳20章35節咁講：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而家係奉獻嘅時間，奉獻係基督徒對上帝愛嘅回應，亦都係對上帝信心嘅表達。若然你未係基督徒，將奉獻袋傳過隔離就可以啦。我哋好歡迎你繼續同我哋一齊聚會。請兩位司事上前。我哋一齊低頭為獻金祈禱。滿有恩典嘅天父，感謝你喺日常生活中豐富嘅供應同看顧。雖然我哋嘅生活唔係幾咁富有，但係我哋有溫飽嘅食物、保暖嘅衣服，仲有健康嘅身體同陪伴我哋嘅家人。呢一切都係你嘅保守同祝福。主啊，求你教導我哋學識知足、感恩，懂得奉獻，唔好單顧自己嘅事，亦都要顧念別人嘅事。願天父悅納我哋呢啲微小嘅金錢，亦都求主引導我哋能善用眾人嘅奉獻喺神所喜悅嘅事工上邊。我哋同心合意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請 Helen 牧師報告。咁我哋今日有新朋友，就係有一個同學阿俊賢喺我哋當中，我哋歡迎俊賢喺嗰邊。say 個 hello， 佢怕醜係，咁就啱啱到嘅佢會喺度有半年時間啦，咁就希望我哋可以見佢多啲。好，咁都歡迎大家，好耐冇嚟嘅，大家繼續努力咯。咁呢個呢，就係上個禮拜嘅出席人數同埋所收嘅奉獻嘅。好啦，呢個比較特別啲嘅，就係喺2月開始呢，我哋有主日日立鐘做啲咩呢？咁我哋呢就會有啲嘅講座，1個小時嘅講座啦。咁就完咗崇拜之後，有1個小時
就會留翻喺度有聽講座嘅。如果你即係希望你預留時間啦，咁如果你即係我哋梗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出席啦。咁就第一個咧就係教會從哪裏來嘅，就係會去講呢一個2000年嘅教會呢一個嘅歷史，1個鐘裏邊掃過去，即係快速睇，係啦。咁就請大家預留時間出席啦。咁呢個咧就係下個禮拜嘅呢一個嘅侍奉人員嘅名單，請大家留意。下個禮拜咧樓上咧就係David Lam 負責嘅 Youth Church Meeting。咁 Sunday School 嗰啲負責人咧就喺呢度啦。咁有一個咧就呢個就係嚟緊嘅禮拜嘅網上嘅聚會同埋實體聚會嘅時間。好啦，未落去呢章之前咧，有一個特別報告啦。頭先牧師講，佢話1個月前就為到你嗰啲嘅邀請人嘅名單咧，就要去呢一個嘅祈禱啊嘛。咁我哋咧就喺我想問大家，頭先又有人講喎，哇！我哋呢個好好嘅喎，我哋有幾多個新年嘅中國人？2個新年喎。我哋今年嘅新年係幾多月啊？2月份喎。咁我哋2月咧，我哋教會咧都會有一福音聚會嘅。咁就請大家開始去祈禱啦。唔單止福音聚會，因為我哋喺2月15號咧嗰個嘅主日應該係年28。咁上下嘅，咁咧就係有美國一個短宣隊佢會過嚟嘅，咁22號會走啊。不過我哋真正慶祝團拜咧就係之後嗰個禮拜就係22號，咁所以佢哋會有1個禮拜喺呢度係去參與我哋唔同嘅聚會活動啊。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其實請大家去為到呢件事去祈禱啦，特別就係一啲嘅福音對象，我哋好希望大家都係去好去預備啦，真係。我哋預備咁多，到期時全部自己人喎，好似都唔係幾好，係咪？係咪啊？還是你覺得冇乜所謂啦？我哋自己人都係一人食嘅啫。咁但係我哋目的要對外啊嘛，係咪先？對外大家做好嘅見證。跟住落嚟呢係1月份嘅金句，呢個金句呢亦都係我哋今年教會嘅主題經文，所以呢，若然你可以嘅呢，記咗佢。我哋仲有2個禮拜。其實呢，我自己試下記呢，我分6節記，我動起6隻手指，我每講一次呢，即係我每講一次呢，我就記得，咁我就知道自己冇記少咯。咁樣你都可以試下用呢個方法。我哋而家一齊讀2次，1、2、3。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族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後書2章21節，再嚟。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後書2章21節。好。跟住係祈禱時間，咁我哋今日咧主要為3樣嘢祈禱啦。第一係為世界各地戰爭局勢祈禱，特別係伊朗嘅情況啦。我相信大家睇下新聞啦，死咗好多人啦。求主憐憫保護當地嘅示威嘅群眾，因為咧而家應該係死咗咧超過12000人以上，短短呢2個禮拜嘅時間。第二咧就係為弟兄姊妹嘅身心靈健康禱告，求主醫治我哋嘅軟弱，賜下平安嘅力量，亦都為到教會今年嘅全福音事工禱告，求主引導使用我哋作佢嘅見證。相信咧，如果你有出席嗰日嘅教會家事分享會咧，弟兄姊妹所提出我哋未來想要一齊做嘅福音事工咧，你都聽咗喺心裏邊，就讓我哋一齊為呢啲事工去擺上。求主咧去帶領我哋，好嘛？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和平之君、萬王之王，我哋呼求你。世界各地持續發生唔同嘅戰爭，局勢日益緊張。加沙戰爭、俄烏戰爭、緬甸嘅戰爭持續好耐。求你嘅公義、憐憫臨到呢啲打仗嘅地方，特別係將到伊朗反政府示威交上。呢場血腥嘅衝突已經超過咗2個星期。蔓延超過180幾個城市，
而家已經逼近臨界點，超過12000人喪失咗佢哋嘅生命。求你彰顯真正嘅公義，讓統治者有敬畏嘅心，唔敢隨意流無辜人嘅血，又將戰爭中人民交喺你嘅手，願你賜佢哋平安，盼望早日得着救恩。為到教會每一位弟兄姊妹身心靈祈禱，無論我哋而家處於乜嘢嘅屬靈光景，求主你叫我哋願意放低自己，俾我哋有明亮嘅眼睛睇到你嘅帶領，有敏感嘅耳朵聽到你聖靈嘅聲音，信服你嘅安排。願主你醫治我哋嘅軟弱，叫我哋眾人心裏有屬天嘅平安，靠住你有力量繼續行落去。最後為到教會今年全福音嘅事工禱告，多謝你之前嘅家事分享會，弟兄姊妹都踴躍提出意見，為福音發聲。求主復興我哋，激勵我哋，塑造我哋，繼續燃燒眾人愛你嘅心，被你使用，令人歸主。讓我哋喺你事工上面有份，為你作美好嘅見證，打美好嘅仗。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門。我哋而家同念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了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跟住呢，我哋會唱散會詩。我哋可以一齊起立。願耶和華賜福給你，願耶和華永遠保護你，願耶和華他的臉光照你，願耶和華賜你平安。受祝福，惟願主賜福與你，保護你；願主用面上榮光照你，賜恩於你；願主眷顧你，賜你平安；惟願主賜福於你，保護你；願主用臉上的榮光照你，稱譽你；願主眷顧你，賜你平安。阿門。係崇拜到呢度完畢啦，我哋出邊有茶點嘅，記得咧帶翻你自己嗰3個F 翻屋企。